哦，武庙那边，武庙那边的进香团呢、武庙那边的进香团，武庙那边的进香团呢，盐水武庙那边的进香团。要回家了哈，会嘎。哦，对，叶金港。哦，你看，盐水叶金港啊。哦，盐水叶金港，灯具可以拍得那么漂亮哦，厉害啊！